现在当众邀吗？现在公开邀吗？可以啊，蔡英文总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很愿意邀请他，不管是我的广播或者电视，都欢迎啊。蔡总统来到现场，欢迎蔡总统，欢迎今天是广播节，欢迎蔡总统来给我们广播人加油打气鼓励，谢谢蔡总统，请就座，蔡总统请就座，各位来宾请就座，谢谢。跟总统聊到天吗？没有就打个招呼嘛，这个问个好，对，没有，因为场面很热烈，所以并没有讲什么话这样。刚刚第一首那个，我有进来，我有欢迎他了啊。未来啊，就是有计划要参选总统的话，会退出中广的经营吗？如果参选，如果真的那还早嘛，还有3年嘛哈，所以到时候真的这个参选的话，会依法来做我该做的事情，一定会的。这样。网上在100年4月6号的时候，您有专访过当时还是民进党主席的蔡主席，您有印象吗？有，当时他到中广来是我当时特别访问他，对。10年后的现在，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已经当了2任总统了。当时我访问他，他回答也都蛮好的嘛，也获得蛮大的好评。你觉得他现在的施政跟他当时候说的说法是一致的吗？当时讲些什么我有点记不得了哈。不过希望他更努力啦，因为台湾现在面临的挑战真的很多，不论是两岸啊，不论是疫情啊、疫苗啊、经济啊，其实面对挑战非常多。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做好。会想要再邀请他来上节目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能够邀请他来谈谈他目前施政的情况啊，面对的挑战要怎么克服啊，两岸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啊，国际的情势要怎么来因应啊，是。蛮多问题想问。当然。那你会提出邀请吗？可以啊，你们这样讲我们就邀请了。现在当众邀吗？现在公开邀吗？可以啊，蔡英文总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很愿意邀请他，不管是我的广播或者电视，都欢迎啊。你觉得他会来吗？不知道，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啊。好吗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